各位兄弟，大家平安。我是今年第一日担嫁查某囝的高文珍。感谢牧师，予我这个机会来向大家说多谢，多谢大家对阮的关心甲祝福。我今仔日嘛要来分享加入小组的咸酸甜，也是好康斗相报。平常时我拢是坐伫圣歌队室。今仔日要献诗的是换做我所加入的山营小组来献诗。我会加入小组有2位贵人，我要来甲因说多谢。第一位就是我的小组长山营执事，伊嘛是阮小组的灵魂人物。伊伫我要加入小组的大声，已经邀请我差不多有半冬的时间，我足感谢伊，对我足有耐心啊哈。啊，第二个我要感谢的。就是惠慈执事，因为我伫伊所办理财有道、经营有道的课程，深深知影加入小组的重要。咱小组内面有逐款的人才，会当提供咱逐款各方面的需求。所以，阮小组就有总铺师、有银行经理、有医生，阁有老师哈。所以你啥物问题问一下，马上就会当得到回答哦。毋免着去上课学料理，嘛毋免去抽号码，搁较毋免挂号啊。彼时有人会甲你分享，艰苦事嘛有人替你担。想要我2礼拜前嫁查某囝，我规个小组员着帮我献祝歌，我的小组长搁帮忙梳理，我拢毋知影要安怎甲因说多谢。咱小组阁有一个足主要的功能啊。就是会当三甲灵修，阮每一日拢有读经的进度，加上有兴趣的兄弟，因拢会分享因的感受，互人会想要甲今仔日的圣经节搁加读几遍哦。过来，因为阮非常的熟悉，所以阮的代祷拢是足热切、足有温度，搁足有气力。小组长甲牧区的区长拢想要天使共款，奉献家己的时间、精神，甚至是金钱，拢是为着要互小组员欢喜，逐礼拜来聚会。每一礼拜拢爱想无共的主题，互大家足自然，就会在家己厝内面，也是甲个人的代志提出来分享。我嘛捌分享流目屎。总共一句要直接甲大家报告。就是要鼓舞大家，就来加入小组。咱教会小组聚会的时间拢无同，会当经适合家己的时间来参加，也是讲打开始的时先参加无共小组的活动，才来决定要加入对组。仪表来书第10章24到25节安尼讲，搁着大家3管顾来激起仁爱甲行好。毋通放煞恁的聚会，亲像有人惯势安尼，就是着3款面。既然看见迄日见，搁较着安尼。加入小组聚会好，实在是讲袂了，遮尔奇妙的感受，望咱3甲来体会。伫新的一冬，每一个人拢会当加入彼此相听、互相造就的小组。大家新年恭喜，多谢。多谢文珍哈。